為咗早啲滿足我哋海量嘅向魚客嘅需求咧，我哋咧就匆匆發出2B 期1號價單，首批係155伙，係155伙，折實均價係11328。今次嘅開價咧，對我哋嘅準買家而言咧，我形容係繼續夢想成真嘅。戶型咧，我哋成個呢個期數咧有775伙，不設一房，今次我哋冇一房嘅，我哋由2房開始提供唔同嘅戶型俾啲買家開放咗4個全新示範單位咁包括好多咧，我而家將會講解頭嗰3個咧都係2A 期未出現嘅戶型嚟嘅，包括而家呢一個新開嘅。就係一個3房2廁啦，一個緊處嘅設計嘅單位。咁呢個係657尺嘅，係位於2座20樓 A， 我就連家私一齊會出售嘅呢個單位大家見到咧，其實我哋算實用啦，職型非常之正咁廚房你見到咧都有成3面台面，同埋提供好多嘅儲物空間俾呢個客人嘅咁電器其他當然我哋都一應齊全啦。好，繼續。咁房間咧，我哋都非常之貼心嘅，我哋設計上咁主人房咧，我哋做咗好多嘅儲物空間盡量利用嗰個所有嘅個樓頂高度啦，同埋亦都可以做到一個有個化妝台之餘咧，仲可以有個提供到一個衣櫃同埋一個雙人床嘅好，咁另外2間細房咧都做咗小朋友嘅房2個咧都係個寢區咧，我哋就升咗上去上邊，而下低咧就好多小朋友嘅工作，即係做功課嘅空間啦，同埋一啲儲物嘅空間都不少嘅。咁至於另外一隻新嘅戶型，頭先所提過嘅就係一個416尺上面積嘅2房嘅單位呢個真係之前未有提供過嘅。咁個職型特別之處咧就係基本上係零走樓位，非常之實用。兼且咧我哋今次個項目咧呢個期數應該話亦都係首次咧將工作平台同埋露台合併，第一次嘅喺呢個期數出現咁亦都我哋相信咧會非常之受歡迎因為面積相對會大，同埋咧而家呢個嘅設計咧亦都唔會阻擋呢個單位嘅景觀等啲客人咧喺個廳咧可以完全可以享受到室外幾優美嘅景觀嘅。咁另外咧呢個單位咧呢個主人房咧亦都係一個趟門，去直接連貫嗰個洗手間，可以做到一個咧套房嘅設計。